的粉丝也这么疯狂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快给我去那神医院了！哎，这位公子第一次来呀？第一次。条件不错，可是赘婿呀？是。哎呦，哎，甚好！我们这儿的白马小生啊，大多是来补贴家用的董事赘婿。是吗？说看好你啊，来日定能当上江陵草魁。什么意思啊？走你！草率了，我家不需要补贴，报销了。苏檀儿，为了你和苏父，我也是拼了。等一下，你不是我不是那个啊，你没见过我。这个腰下的真好，会翻跟头吗？